本集內容：鬼話、廢話、大話、鬼話各有不同。廢話係講一啲人所共知嘅事情，大話係講一啲唔真實嘅事情，鬼話係講一啲同事實無關又唔能夠驗證嘅事情。鬼話係講一啲與事實無關又唔能夠驗證嘅事情。然而，宗教嘅話語係神話，則另作別論。鬼話往往有敷衍蒙混嘅效果，俾人有墮進迷霧、摸不着頭腦嘅感覺。例子一：我知啦，係佢啦，係布拉王子啊！布拉王子？係啊，嗰度叫做布拉群島啊，係一笪好遠、好難去嘅地方，要坐去呢個布拉去嘅，即係我哋而家啲哇啦啦。佢度話冇地方方言嘅，好簡單嘅啫，就布拉，係咁噶啦。片段裏面，男子話有一個布拉群島同王子，裏面嘅事情因為講得唔清唔楚，甚為空泛，故此係無法驗證，與事實無關嘅鬼話。例子二：喂，博士，究竟人類靈魂係咩料嚟噶？人類嘅靈魂即係鬼啦！人死咗之後咧，獨有嘅 A7352元素咧，通過分解、重新排列之後，進入第三度空間。第三度空間咧，作大都唔知噏乜，你明唔明啊？幾啊？片段裏面，男子話人死後獨有嘅7352元素分解後重新排列，進入第三度空間。當中所講嘅事情甚為詳細，但係每個部分都無法驗證，咁即係鬼話。最後總結，鬼話可以係空泛或者詳細，但鬼話亦都係超出我哋嘅認知範疇，俾人有墮進迷霧、摸不着頭腦嘅感覺。相關嘅議題，我哋會係將來嘅集數再加以討論。拜拜。